啊，无啉则困袂去。有可能。无无你则困袂去，有影哦。即马4个人哈。你了敢有遐较严重着紫色的？即马加州吼，加州50几个，关41个拢已经紫色的啊。你遐是加偌济呢？我知伊迄个 percent 就是超过7点几个款。真麻烦。你个笑。赞哦！牧师，牧师你好。牧师无听你的声。牧师你安那是安那？你看啥嘛？当弟弟。加。哎，你牧师你是安是咋？话吗？在讲我吗？讲你呀，讲你咧吐的好啊。我的电脑恁的荧幕一直转啊，是我的咧袂稳的款。呀。一直不稳呢。你点开啦？点开啊。听到李登辉。即摆频频走去到倒位啊？即马我想伊去湾里去红请。去看因孙仔的太太，就是孙新妇。阮这个查某新妇啦，佫生一个查某囝，就去甲看安尼啦。阮姐夫姓杨啦，伊即摆就生一个 baby 吼，孙仔叫做洋娃娃啦。是杨仔囝。对啊，去看洋娃娃。洋娃娃。伊姓杨。湾里伫倒？湾里哦，伫大甲通宵，大甲甲通宵的中间。清水。中部海边啦，较北少。清水过就是大甲。大甲过来就是房里，房里叫做内底就叫做湾里，湾底。这边我苗栗啊啦。过着通宵嘛，通宵过着苗栗嘛。后龙，呀。对。后人。台湾有一个所在叫湾里。湾里台南。我会去湾里，要台南。湾里啊，甲湾里无共款。无共款。湾里长手。湾里，鲜花。鲜花呀。最近你是台中市人？对，台中市。OK。来。我做兵伫清水啦。你做兵伫清水啊？清泉岗的也是。迄个发动机，迄落飞行机的发动机的。清泉岗的就对啊啦。徛铁马上。你咧啉啥？咖啡啦。你还泡一杯哦？我说暗暝要做小鸟啊。对啦，无啉则困袂去，搞共。无顺着，即摆你一定困袂去的。好，来，我来 share 这个 PowerPoint 哈。小等下哦，小可今仔来走呢？摕了纸的。我是顶管，我来顶管。
恁看的荧幕敢会佫加一个物件出来？即摆无啊，敢若是迄个PowerPoint尔嘛吼。嘿，即摆是 PowerPoint。OK， 好，好，来，咱来祈祷。台湾的天父，阮伫遮诚心来献上祈祷。阮真正需要主你的怜悯来看顾，特别是即摆欧美的疫情真正是严重。阮的所在徛起的所在搁一摆有较严格的规定，暗时爱来禁止外出，也看到有人咧分享真济所在排队咧抢买物件，阮看见一个人的心内失去平安，求主你施落你的怜悯看顾，伫即个面对疫情搁真严重的时，也互阮也甲你同工做自我的保护的工作，喙干洗手即个保持距离等等遮的互即个疫情因为阮所付出的、所努力的会当来受到控制。阮也搁一摆感谢你，互阮会当组织伫你的面前，做伙来要看保罗宣教的行程，伊第3摆去到伫以弗所的时，伊所拄着的代志，求主你的圣神来开启我，互阮会当明白。阮为着阮的组织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来今仔日是讲保罗第3届啦吼，咱今仔先讲一半，后礼拜会讲到以弗所所拄着的代志，伊即个背景吼，今仔大概是咧讲到地理一寡保罗伫遮所拄着一寡是讲一寡景色，咱所当知影我做一寡介绍安尼吼，我即马找着即个网络的版本吼，我试用2-3礼拜，我感觉袂歹啦吼。你看伊顶悬有即个数字吼，就是讲伊的行程了后，伊去倒位，你试即个物件吼，边仔就会出现一寡资料。我试2-3礼拜了，感觉袂歹，我会甲即个 link 互咱吼。咱若要看的是，咱会当用即个会当做一寡，我感觉有帮助啦吼，我感觉有帮助。比即摆一寡迄个像讲纸本的迄个圣经吼，有做一寡背景的介绍，基本上是迄个功能，但较晏啦吼，因为网络嘛吼，所以伊会当照迄个地点，提供咱一寡物件经文的资料，即个吼，这是拄我最近找到的吼。我一直咧找一寡新的物件啦吼，我感觉即个有帮助，我则share 互咱安尼吼。好，咱来看见伊的行程吼，伫遮对安提阿开始吼，伫遮吼遮拢是经过尔，咱注意甲看，拢写乌乌对无吼？所以伊的真正第一站就是以弗所吼，伊真正第一站就是以弗所。了后保罗伊就讲伊想要搁去马其顿，所以你看第3伫遮有无？第3吼，然后第4吼，搁来去哥林多遮吼，然后搁倒转来3甲5，你注意甲看3甲5共地点，这就是经过安尼吼，伊就转来安尼，这路线吼，伊大概是安尼的路线，互咱看啦吼。我伫互咱的资料后壁面吼，甲即个地图放伫遐吼，迄个 PDF 应该是彩色的，咱嘛会当看安尼吼。这用较大的吼，咱大概知。第2个地点就会当讲是伊第1个吼，就到以弗所吼，所以这是伊的开始的一个城市吼。咱看即个相关的位置啦吼，以弗所就是伫土耳其的西北边，这是土耳其，这几个吼，这是土耳其的安提阿吼，搁有啦吼，这个所在就是爱琴海，吼，这个所在爱琴海，这个部分是地中海吼，咱看这个岛，啥物人关伫遮？咱会记无？有一个迄个嘛是耶稣学生啦吼，
咱连江会去讲着吼。义务所吼，大概就是伫爱琴海边啊，伊一个真重要的城市啦吼。咱拄则有讲着讲，伊18章有写着讲，伊对安提阿了后，就去即个所在，啊，其实是经过尔吼，伊无真正去迄个所在，可能无介长的时间，啊，就是安尼经过啊，我想过暝可能是有啦吼，啊，圣经无记载。咱大家知影讲，伊伫遮无重要的代志，就是伫遐经过。伊的目的地就是义务所吼，义务所。好，这是第18章的23节吼，所以19章安尼写吼，阿波罗搁伫哥林多的时阵，保罗经过顶悬即带的所在，就来到义务所，所以真清楚啦吼。19章就真清楚，义务所是伊的目标，遮就是经过安尼吼。这个就是第18章写的这个所在吼。义务所的名吼是讲通欢喜，也是讲铸造的吼。当然因当初时的名有因的意思啦吼。咱会当看伊讲吼，义务所无离海介近，古城吼无离海介近，但是基本上伊也算是一个海边的城市吼，无海边的城市。即摆有一个机场伫遮吼，所以有若要去这个所在旅游吼，基本上嘛会当坐这飞机有诶是用坐船的方式啦吼，这是伫义务所的古城，咱今仔日要讲的物件，大概拢伫遮啦吼，较济吼。好，伊海边有迄个表演场吼，会当看海啊，应该毋是讲海边啦吼。这个剧场，这个足重要吼，伫义务所的所在吼，当初是罗马所起的吼。这个是头前就是一个咱像边仔有即种欣赏的条中一条规律路的一个行的所在，爱通行到伫这个广场遮吼。你注意看广场吼。这个座位，我甲这红色用掉吼。这个座位伫遮，伫山坪遮，吼，讲台伫倒位？伫遮，吼，讲台伫遮，表演台伫遮。伊为什么要设计呢？这是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吼。咱拄则转来看拄则地图吼，海是伫倒手边，吼，海伫倒手边。伊这个旧城伫遮了后，伊就做安尼吼，就是讲人徛伫即个讲台咧讲话的时阵，透过风的吹，所有伫台仔顶的人拢听会到。这是几若千人的座位哦吼，咱看起细细吼，其实足大的吼。这是伊足特别的一个设计啦吼，伫这个所在，伊利用海风，海风对后壁吹来的时阵，迄个声就安尼自然就传出去吼。这个是伫建筑顶悬的物件吼。好，咱知影这个就是咱咧讲土耳其的一个所在吼，这是义务所的这个城的遗址啦吼。伫古籍顶悬来讲吼，遗址甲遗迹甲古迹有三个单字无同款的所在。遗址就是讲已经拢无厝啊，尾吼，咱讲咱大概知影这个所在，佮采一个碑讲这个是过去什么物件，迄叫做遗址。但是尾佮考古甲挖出来，所以叫做遗迹。古迹是啥？古迹是较完整的留落来，佮有当时佮会当使用的迄叫做古迹迄叫古迹。所以有伫迄个历史建筑顶悬有几个单词无共款的讲法啦吼。这是伫土耳其的西海岸吼，就是咱拄则讲的土耳其的西边遮，就是去爱琴海遮吼，要通欧洲吼，要通欧洲一个真重要的军事文化啦、商业啦，是讲交通等等遮的真重要的一个城市吼。罗马的时代是一个真重要的大都市，安尼讲是state 的 capital 吼，
伫这个所在。啊，咱知影伫过去因的帝皇时代，也是讲伫希腊罗马的时代，因拢有一寡因家己的宗教生活，就是讲因的民间宗教。啊，伫即个城市有一个真重要的神，咱注意甲看吼，咱伫咧看希腊罗马的神的中间，五常的中间有足侪是女的，吼。即个雅典米嘛是女的，吼，这是女神，吼。咱有无共款的翻译的名啦，吼。啊，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啊，伊迄个神庙去甲恢复起来了，吼。世界联合国迄个文教组织，吼，有甲伊定做即个人类的即个宝藏啦，吼，人类的宝藏安尼吼。啊，迄是一个真壮观的建筑。啊，著知影希腊的物件就是条啊介济吼，条啊介济。连伊我会用一个图互咱看吼。啊，伊有说另外嘛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中心吼。咱今仔日的经文第8节、第10节吼，看听讲保罗伫遮停2冬的时间，啊，会通讲伫伊宣教停了上久的几个所在之一啦，像讲哥林多就1年半吼，啊，遮2冬安尼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伊有做真好的开拓工作，啊，佮真好的信徒的栽培。了后，这个诚做亚细亚，也是讲土耳其的一个福音的基地吼。啊，这个是真重要。啊，伫早期诶，咱讲初代教会时阵，伊嘛是做一个真重要的教会中心吼，教会中心。有。咱咧讲的讲外传啦，吼，就是讲圣经无安尼记载，但是有其他的资料，啊，也是讲历史的资料，啊，讲耶稣基督的使徒甲玛利亚吼，捌住伫即个所在吼，了后咱会当看见讲遮有去挖出一个古早时伫初代教会因咧纪念玛利亚的一个礼拜堂吼，后。拄则地图遐有啦吼，我连伊会阁互咱看吼。啊，这是一个较特别的景点啦吼。啊，当然伊这尾啊，伊这港就是拢塌掉啊。咱知影伫土耳其甲犹太地遮基本上是沙无介济，所以河流流落来，拢有一寡咱讲沙石咧流落来吼。啊，咱拄则咧讲着台中啦吼，台中咱台湾的中部吼。迄个溪水吼，拢是有带沙吼，像讲落水溪也好啦吼，也是遮个拢有沙吼。啊，因为咱台湾有中部遮有沙坡，啊，愈来愈塞愈出去，愈塞愈出去吼。啊，类似安尼啦吼，类似安尼啊，所以即个港就真够塌掉的吼。好，啊，咱来，这是我早前咧用的图啦吼，我感觉。这个看起来就无遐清楚啊，吼，即马这个我感觉这较清楚吼，啊会当互咱做一寡参考啊。我用 link 互恁的时阵，恁就当像点这个数目，啊，伊就会走出一寡物件，会当互你看吼。好，历史来讲，伊有主前2000年，就已经有咱咧讲原住民住伫即个所在吼，因有一寡文物吼，像咱台湾嘛，最近拢一直咧挖出几千年前的一寡文物吼，啊，台湾的历史嘛是一直咧头前咧送安尼吼。了后差不多主前1000年开始有新的移民入来，开始有一寡建设吼，开始建设，当然了后就渐渐就变做咱讲兵家必经之地啦吼，捌互波斯人统治，佮去亚历山大来统治这个了后，佮有罗马吼，所以以弗所就渐渐迄个地位吼，就愈来愈重要吼，伫这个所在。主前的190年吼，去互这个白加摩王来攻占吼，大概主前差不多100年、150年左右，133啦吼，罗马甲统治去吼，了后拜占庭统治啦吼，
咱知影拜占庭吼，甲东正教的信仰足有关系吼。这个是基督教的时期，我拄则有讲的，讲这尾也真做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基督教信仰的重镇吼，重要的所在。第三届大公会议就伫即个所在举行啦吼。咱知影第一届就伫耶路撒冷嘛吼，这第三届是伫遮吼，已经是伫主后400几年的代志啊吼，所以因毋是像咱即摆讲，逐年拢爱开会安尼吼，过去较无遐那方便，嘛无遐济代志，但是因就是伫遮有重要代志咧讨论时，就会伫即个所在来讨论吼。传统宗教，咱拄则有讲到雅典米神庙啦吼，圣经有讲到遮有一寡人吼，靠即种传统宗教来做生意发财的人吼，29章的24节吼，会阁讲到吼，咱今仔无要讲到后壁迄个部分，后壁迄部分就是遮人有关系啦吼。我捌伫中华鹿港牧会吼。你若有机会对中华交流道吼落去往鹿港的方向去行，看到鹿港镇的牌了后，甲鹿港镇内安尼吼，大概路边差不多会当看到40-50间的即种咧卖迄个新价道的店，卖五常的店吼。基本上即个甜米桥伊即种人就是差不多做即种生意的吼。用卖金纸，用咱的传统宗教去讲啦吼。这个就是雅典米女神啦吼。我想伊的造型，就互咱足清楚知影，伊就是咧主管这个生产吼，生产的这个女神吼。这就是伊的神庙啦吼。神庙安尼讲，条啊介济吼，希腊式的一个建筑吼。好，伫即个所在吼，Artemis 吼，即个女神吼，伊伫因的整个希腊甲罗马历史的中间是足重要吼的一个所在啦吼。但是到落尾捌去互有一个皇帝甲烧去吼。这个是烧去的了后的情形吼。讲，迄叫做遗址啦吼，迄个遗址有物件伫诶，但是无完整吼。即摆拄则咱咧看即仙红吼，到落尾是英国诶大英博物馆吼，甲收藏伫遮。我有甲这资料放伫遮吼，大英博物馆甲收藏去吼。当然这甲殖民时代有关系啦吼，伫这个所在吼。好，另外就是咱拄则有讲到，讲有传说讲，耶稣的学生带着玛利亚来到伫即个所在定居吼，所以因有一个迄个礼拜堂咧纪念吼，咧纪念。当然，因的咧写的方法就是无共款，讲 House of the Virgin 吼，但是咱知影事实上。玛利亚来到遮时，伊毋是 virgin， 但是伊意思是咧讲，咧纪念玛利亚，伊是一个互上帝所拣选吼，一个少女吼，伊用安尼的名来纪念伊吼。听讲伊尾也是伫遮过伊的晚年啦吼，晚年然后伫遮过身吼。这个咱袂介清楚，但是有确实去挖着即个礼拜堂出现吼。这是一个德国的修女啦吼，听讲伊做梦去梦着吼，了后找着这个原本的地址了后，竟然是美国的教会吼出钱来互伊重建完成的吼，这就是吼，这是美国的俄亥俄的教会吼来出钱吼，来互伊安尼当去完成吼。咱看这个吼，这个 shrine 吼，这 shrine 伫天主教是足重要的物件啦吼。这甲咱的介极宗的神学有足大的无共款吼。
啊，因这个 Shrine 是咧创啥货呢？就是咧藏迄个圣餐的物件，吼。因若身躯祈祷了后，因认为讲，迄个饼甲迄个酒，饼就已经成做是耶稣的身体啊，迄个酒就变做耶稣的血啊，所以迄个物件爱烧掉的，袂当凊彩人摕安尼吼。好，咱亲像伫旧约的时吼，要奉献互上帝的物件，祭司吼摕来了，凊彩人袂当黑白当，但是大比甲伊的萝卜做伙去时，祭司知影因巴肚枵摕互因食吼。啊，这耶稣捌指这个来讲吼，讲到安息这个代志的时阵吼，啊，天主教认为讲，因讲祝圣啦吼，就是祝祷了后，这个饼就变做哦，迄叫化直说吼，变做耶稣的身体甲耶稣的血吼，所以因足严格，迄拢爱锁起来吼。这大概互咱知影这个物件吼。好这伊有拢着伫遮起好了，着拢固定有一寡弥撒伫天主教讲弥撒，就是咱讲的礼拜啦吼。固定拢有一寡礼拜伫遮吼。啊，当然有足侪游客，像因当地的天主教徒拢会去参加吼。以弗所教会，咱讲到以弗所，一定去讲到以弗所教会，因为保罗伫遮2档的时间。伊伫遮来开始传福音，来起造教会训练同工伫即个所在吼。咱拄则有讲到吼，讲迄个拔摩岛吼，伫迄个爱琴海遐迄个拔摩岛，就是使徒约翰啦吼，写启示录即个使徒约翰去互关伫遐吼。好，有一寡经文有讲到即个所在吼，我有列互咱，我想咱会当家己来看啦吼。对，使徒行传18章、19章吼，20章这哥林多也有记载，以弗所嘛有提摩太吼，启示录即个教会之一。这文化遐捌问过，即个过去即个教会到底有存在无吼？原来的教会其实拢无存在啊吼。若有是搁去重建恢复的吼。好，保罗了后，伊就足决定心意吼，离开遮往马其顿去吼。咱拄则看吼，伊就过去马其顿，然后搁落去到即个雅典，搁哥林多，搁行倒转来安尼吼。伊甲即个提摩太甲以勒拢找肯吼，家己留伫亚细亚，伊尾仔才去安尼吼。伊当然真重要，就是讲伊去过的所在，伊若搁去，就是要坚固因的信仰。亲像咱拄则讲18章23节迄个，伊离开安提阿了后，经过遐就差不多去甲因坚固者，伊就离开安尼吼。所以毋是宣教的一个目的安尼吼，经过遐。使徒行传19章第1节到40节咧讲到以弗所所发生的代志吼。23节以后，就是咧讲到保罗因所拄着的这困难吼，困难。今仔日咱看到22节就好啊吼。伫即个经文内底有讲到一个推勒奴学坊吼。即个就是我之前所咧讲，保罗去到一个所在，拢去会堂。迄个会堂无拄是犹太会堂，但是犹太人足敖运用当地的会堂做因犹太人的会堂。但是当保罗无受到欢迎3个月了后吼，你注意下看这经文写的吼，伫3个月了后，有人心公呢，所以伊就离开会堂吼。所以伊伫会堂，犹太的会堂还是公众的会堂，伫3个月了后，伊就去到这个这个是啥物人吼？伊圣经无有其他记载，但是咱知影伊是一个希腊的哲学吼，一个学堂因有可能就是讲因照迄个 pattern 无共款的时间，伊无咧用的时间，伊就互保罗伫遐来传福音用安尼吼。所以总共2年的时间了后的1年外，保罗拢是伫即个会堂遮吼。伫人物顶悬，咱当然有看到讲阿波罗交代一个，阿波罗伫哥林多的时阵，
保罗开始做伊第2摆的行程啦吼。当然伫这个所在，咱开始看到伊开始行吼，开始行。啊，又拄着几个门徒吼，伫即个中间有几个门徒，到底啥物人的门徒？圣经无甲咱讲，咱毋知影。但是足有可能是阿波罗的门徒，因为因共款敢若知影啦，也是讲甲阿波罗有共款来源的吼。因是共款敢若知影约翰的洗礼，吼，因毋知影有耶稣基督讲的圣神的洗礼吼，才有12个人吼。伫这所在，咱会当去看到经文，安尼甲咱记载吼，因毋知影这物件吼。当然正人就是讲，有个人信，有个人无信。无信的人开始就是爱诽谤啊，还是讲对保罗所讲的话开始有一寡攻击啊，等等的吼。拄则咱有讲到啊，推勒鲁这个吼，这个咱无法度查到介济资料啦吼。但是就是知影讲，保罗伫用这个学房，还是讲伊的会堂，用真长的时间吼，用真长的时间。这个推勒鲁的意思是暴君的意思吼，伊真有可能是犹太人嘛有可能，咱无解清楚啦吼，无解清楚。有当时迄个名咱嘛知影像因有一寡人是规划做希腊名的嘛有啦吼，所以咱无法度解清楚知，但是知影讲伊家己有一个好那亲像伊的私人的学校安尼啦吼，就设伫迄个所在，有咧讲课吼，讲即个铁学吼，希腊真注重也是讲真有名的，就是铁学的发展吼。这可能当前保罗吼去互犹太人赶出来，所以伊就将伊家己的场所借互保罗安尼吼，互伊伫遐来教示人传福音安尼吼。伫遮吼有其他的无共款的圣经译本，安尼讲古卷吼伊迄个所在有写迄个时间啦吼。不过这我想迄毋是介重要，就是讲咱知影伊伫遐1年9个月的时间吼，伫遐用这个所在来传福音吼。好，大概是安尼吼。伊传福音就是共款互犹太人甲希腊人，就是讲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是伊传福音的对象。当然，到落尾嘛是犹太人咧甲创治，但是伫以弗所吼较无共款的是头前3个月是犹太人咧甲创治吼，咧甲主动。但是3个月了后，尾发生的毋是犹太人咧做乱啦吼，是在地人吼，在地人吼。咱23节后礼拜咱才来讲这个部分啦吼。伫遮较特别的是，保罗伫遮有医病赶鬼吼，咱伫前礼拜嘛有讲着吼，咱前礼拜有讲着，伫遮伊也有医病赶鬼吼，伊这个所在佫较趣味的是讲，有人用伊的名医病赶鬼啦吼，结果医疗无好吼，家己出代志安尼吼，这个是较无共款的记载，甲其他的所在吼，无共款的记载吼。这互咱一寡信息，咱连咪会去讲着讲，这会用保罗的名，借着耶稣的名，咧行邪术的，也是讲咧医治人，这个吼，拢有一寡问题产生吼。因甚至遮有一寡做法，到尾会影响咱讲正统的基督教，迄个时阵是天主教啦吼。迄正统的基督教的一寡想法吼，咱连咪会去讲着吼。再来，伫即个内底，伊有讲着帮赞伊的人中间，伊找派2个人，就是提摩太甲伊拉先去马其顿，伊留伫亚细亚。所以即句话，互咱的信息就是讲，帮赞伊的人毋但即2个人尔，帮赞伊的人可能有更较济吼，毋但遮个人安尼啦吼。好，咱来讲事件啦吼。咱就知保罗其实毋是第1摆来伫以弗所，伊其实是第2摆的行程，中间已经有来过吼。但是伊无留落来，伊甲因讲
若是上帝允准，我会去转来到你即中间吼，所以已经决意要转去啊吼。啊，咱看着拄则已经有讲着讲，有一阵的门徒，因敢若知影约翰的死，因可能甲阿波罗共款，共款的来源吼，接受共款的来源，因毋知影圣神的死到底是啥吼。遮用两个经文吼，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甲即个门徒讲的，所以恁着爱去互万百姓做我的门徒，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这耶稣讲真清楚吼，毋是用水哦吼，是讲用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所以这是圣神的洗，足清楚的。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讲，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做奴仆的还是自由的吼，拢爱共款对一个圣神的洗，成做共一个身体，啉共一个圣神，这个嘛是咧强调圣神的洗的重要吼。遐有讲到这个推勒鲁学房，咱对伊了解无济，但是对保罗的宣告来讲是足重要的代志吼。伫遮保罗伫遮两党的中间，除了传福音、建立教会、训练同工以外，有写批信吼，有写批信，爱伫遮移边赶鬼。即摆是较严重的问题是伫遮，就是讲遐会用保罗的名的人。伊用保罗的手巾，还是围巾，就是保罗用过的物件，伊感觉讲，安尼，这个就是有保罗身上的这个功力啦，吼，因感觉安尼就会当帮助人啦，吼，这有一寡对咱讲圣徒所使用的物件的过头的尊重，所以到落尾会变做圣物崇拜。啥物叫做圣物崇拜？其实足侪迄个民间宗教嘛有即种问题吼。咱会记咧足侪年前台湾吼，迄阵对中国拄开放了后，就有政治人物甲一寡民间的人去中国安那领啥物诶？领一支镜头转来吼。即个造成真大的错误吼。伫咱咧讲天主教开始黑暗的时期的中间，因即个代志足严重，因有足侪人去收集啥物倒一个圣徒的头毛啦、英国的螺仔啦，啥物拢用足侪钱去买吼，安尼甲收藏讲意思讲安尼足有 power 安尼吼，这个基本上造成伫信用顶悬的怪模怪样啦吼，这是足严重的代志啦吼。好，拄则有咧讲着讲伊边赶鬼的犹太人吼，借着这个耶稣的名、保罗的名赶鬼啦吼。但是因为安尼耶稣基督的名吼，大大去用尊重，因为安那因无效果，但保罗家己做的有效果啦吼。所以颠倒保罗所咧传的耶稣的名吼，得着受到大家安尼意爱吼，大家尊重安尼吼，这就是遮个行邪术的啦、做法啦，还是讲福音借着安尼较特别的角度方法来大大咧宣扬安尼吼。好，拄则讲保罗伫遮两当伊写哥林多吼前书吼，去马其顿了写哥林多后书吼，伫哥林多写罗马书。OK， 大概差不多今仔日所要讲的是差不多安尼的部分啦。当然伊采拣这奴仆，伊伫遮最主要是咧训练同工吼，建立教会训练同工安尼吼。咱后礼拜对23节看到41节，会去讲到这提米雕吼，这人像的这个的代志吼，当然甲这个亚底米女神有关系啦吼。咱后壁才会过来讲吼。好，我就讲到遮。OK， 关起来。好。